弟兄姊妹平安，今天是2023年的6月6号。今天的经文是诗篇29篇，约伯记39章13节到25节，哥林多前书12章第4节到13节。今天要跟大家分享的主题是丰富多样的恩赐。属灵的恩赐，除了我们会去问说你能不能，我们谈到的是能力的问题。上帝问约伯的话说：你能做这个或是做那个吗？因为呢，约伯他忘记了上帝是谁，他看中了自己的损失，因而在朋友的对话当中，他一直在埋怨上帝。上帝就这样子回答他：鸵鸟古意振翅，但是它并不能像白鹳一样的飞翔。鸵鸟下蛋在地上，使蛋得到土地的热气的温暖，它不晓得可能会被脚踩碎，或是被野兽踏破了。它待雏儿好像不是自己所生的，也不关心自己的辛劳是否是徒然，因为我使他无知，没有将悟性赐给他。可是他一奔跑起来，就要嗤笑快马和骑士了。约伯啊，是你使马这样健壮吗？是你给了它飘动的鬃毛吗？是你使它像蝗虫跳跃，使它们常思令人恐惧吗？他们兴高采烈地在山谷中烧地，他们威武地奔入战场，他们不知道什么是惊惶，刀剑也不能使他们退却。骑士所佩戴的武器叮当作响，矛和标枪在日光当中闪耀，战马阵战激动，向前奔驰，号角一响，他们就不肯停止。每逢听到号角声，他们就扬声喷气。他们能从远处嗅到战斗的气息，也能听到军官喊出的号令。这几天我们都研读到约伯书当中，上帝对约伯所说的话。简单的说，上帝就是告诉约伯，或是说问约伯说：你真的很厉害吗？你真的觉得自己很重要吗？那你就告诉我，这些是你可以做的吗？你告诉我哪些是你做的？你有恩赐吗？你有能力吗？你有需要什么样的正确的态度呢？昨天我们也谈到了圣灵的恩赐，圣灵充满就是一个恩赐，圣灵的恩赐是多样的，但圣灵只有一个。保罗他在面对这个分裂、缺乏爱的哥林多教会，他苦口婆心的提醒他们，圣灵的恩赐是丰富、是多样的。保罗这样说：恩赐有多种，
却是同一位圣灵所赐；侍奉有多种，却是同一位主所赐；工作有多种，却是同一位上帝赐给每个人工作的能力。为了使大家都得到好处，圣灵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所彰显的也都各不相同。圣灵把智慧的信息赐给每一个人，同一位圣灵把知识的信息赐给了另外一个人，同一位圣灵把信心赐给一个人，把治病的能力赐给了另外一个人。圣灵赐给这个人行神迹的能力，给那个人传讲上帝信息的恩赐，给某人有辨别诸灵的能力，给另外一个人讲灵语的能力，又给另外一个人有解释灵语的能力。可是这一切都是从同一位唯一的圣灵而来的，他是按照自己的旨意把不同的恩赐给了每一个人。保罗强调圣灵是一个，而且是唯一的，并且他谈论到圣灵是按照自己的旨意将不同的恩赐给了每一个人。新约圣经不只是约翰福音谈到了三一上帝的概念，保罗也清楚地谈到圣灵上帝，因为他说他是按自己的旨意，因为独一唯一的圣灵，他赐下了许多丰富而多样的恩赐给每一个人，因此每一种不同恩赐的人都必须连结在圣灵之下，不应该搞分裂。保罗对哥林多教会说，基督就像一个身体，有许多肢体，虽然身体有许多肢体，到底还是一个身体。同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或希腊人，做奴隶的或是自由的，我们都从同一位的圣灵来受的洗，成了一个身体，而且共享这一位圣灵，如同一个身体。我们说它是圣灵或是基督，然后有好多的肢体，我们说是恩赐。因此我们虽然是不同，但是不会因为不同而分裂，反而却要因为我们是从同一位唯一的基督独一的圣灵所领受各样的不同的丰富的多样的恩赐，应该要因为这样子来连结在一起，成为一个合一的肢体。教会千万不要因为太过于强调自己的独特而排斥拒绝他人，然后就成为一个支离破碎的身体。诗篇29篇，神的众子啊，你们要歌颂上主，你们要颂赞他的荣耀和大能，你们要歌颂上主荣耀的尊名，你们要敬拜神圣威严的上主。上主的声音遍传海洋，荣耀的上帝发出雷响，
他的声音遍响大洋。上主的声音大有能力，他的声音满有威严。上主的声音震断了香柏树，连黎巴嫩的香柏树也震断了。他使黎巴嫩的群山像小牛跳跃，使黑门山像野牛蹦跳。上主的声音使雷电闪耀，他的声音震撼旷野。他摇动了加底斯的荒漠。上主的声音震撼橡树，使树木的叶子脱落。在他圣殿里，人人欢呼。愿荣耀归于上帝。上主管理洪水，他永远作王统治。上主赐力量给他的子民，上主赐平安给他的子民。感谢天父赏赐给我们恩赐，让我们能够领受很多的多样的恩赐来服侍你。求主帮助我们，要谦卑，要顺服，要诚心的来服侍。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求，阿们。